今日78庙之一的台南市定古迹法华寺，虽然火伤踪严，也毋过厝遐娘条受损的相当严重，只要落雨就会漏水，偏电共款是破破烂烂，甚至国宝大师潘丽水的门神甲壁上的彩画，嘛是灰落落，看袂出原本的模样，就连有历史的功德堂嘛是拍远到大。屋顶上啊，那些雕梁啊。那个是早期的，完全是木造的去雕梁，值得去保存的文化财。也是来做争取，包括整个建筑的本体，还有包括他们一些屋檐啊，等等，都会希望文资处赶快把经费给拨下来。议员蔡宗和甲相关局处会勘，批评保存的状况完全无符合三期古迹历史建筑标准。也毋过市府曾经积极辅导，2004年向内政部争取4800万未征收，所因为意见无同，互这间古庙大大损害。20年过后，我们发现法华寺的状况非常的不良。那时间的成本在这上面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损失，我们现在估计大概要2亿的一个经费了哈。那感谢大家的一个关心哦，让法华寺在这一次里面又重新拿出来做讨论哦。目前文资处先以着小型补助方式协助进行结构补强。环境清洁以及整理作业等经济维护，后续会采用分期修复。第一期工程经费大约5000万，也毋过整体修复经费加起来估计要2亿，目前才等待中央审查。但是新闻所发采访报道。